後來這個風台來到上屆屆，全台灣的景點攏提前做好着防台的準備，像台南奇美博物館的河馬家族的展覽已經加強固定，南投的清境農場中晝嘛關起來。那宜蘭的童玩節，今仔日人潮已經減一半，暗時6點了後嘛要暫時關門。另外，花蓮的看海紅船，這個停就是停4天，講這個損失至少100萬。第23。迄個是大尾，逐工有小型船載客出海，一工差不多500個，4天袂當出海，損失幾百萬。固定船只主要目的就是讓它不要去跟我們的岸邊去做碰撞。綁這個船的時間目前是估計應該要4天的時間，等颱風完全過去後，我們才會做鬆綁的動作。全台景點攏嚴加改變，本來人炒宜蘭童玩節，因為風台要來，人直接減一半。今天預計在晚上的6點，我們就有封園的動作。那6點半遊客都清乾淨了之後，我們先從簡單或者是容易拆卸整理的部分，我們會全部整理乾淨。生水受到影響，佇山頂嘛開始封關，南投的清境農場中晝起就無開放啊。綿羊及馬匹我們會安置在房舍裡面，那會提供充足的飲水以及飼料，飼育人員會注意到他們的一個相關安全的一個防護措施。台南奇美博物館的河馬家族，頂個月底因為落大雨漲水，連續個大隻河馬攏漂入去妙思湖，這擺攏要加強。用3根繩索，然後去綁住那個河馬的那個上面的嘴巴部分，然後就分3個位置，然後去靠在那個木栈道那邊綁緊一點。相信應該就是颱風來的時候是可以保護那個河馬，讓它不要水上升的時候不會飄走。全台每一個景點攏積極做好防台準備，都是因為範圍看起來強度驚人，盡量要將損失降到最低，安全第一。